Hello，大家好，我係 HP，又嚟到呢個 G 世代永恆強力來襲 Level 20嘅策略分享。今日同大家講嘅係呢個命運型脈衝高達啊。咁至於點解係水中戰呢？入到關卡再揭曉。首先今日嘅配置，第一隊係用咗呢個飛翼零式 EW 同埋呢個天照嘅。你話天照就應該係固定㗎啦，但係呢，飛翼零式大家可以自行咁樣去換為一啲越大力越好嘅5距離 UR 機。第二隊就採用咗呢個助天使啦，以及就係神高達。同樣地，大家只要將神高達換為自己比較強力嘅 UR 機體就得。之前我亦都試過係用6部開發機去打贏嘅，但係由於佢嘅命中率實在太低嘅關係啦，所以亦都難以重現翻當時嘅過程啊。但係呢，打法大致上都係一樣嘅。咁我哋事不宜遲嚟進入呢個關卡。今日呢一個關卡最麻煩嘅地方，當然就係命運型脈衝高達啦。佢嘅攻擊力咧係可以秒殺我哋任何一部嘅機體嘅。咁我哋咧有2個辦法可以解決啦。一就係用更加多搖擺閃避去扣佢嘅 EN，因為佢 EN 淨係夠打4部機嘅啫，喺同一回合裏邊。亦都有第2個辦法嘅，就係會喺畫面上面顯示嘅呢2個地方擺2部嘅炮灰啦。跟住咧，佢喺敵方回合就會向左行，一路行到去最左手邊一個山卡拉咁遠嘅地方。咁我哋嘅調虎離山之計咧就成功啦。跟住我哋就可以集中去應付佢其他呢啲機體。咁但係佢哋嘅攻擊力亦都係十分之高㗎。咁巧妙嘅地方就嚟啦。呢一個地圖咧，大部分嘅地方都係陸地嚟嘅，但係呢一格就唔係啦。呢格有水中式性嚇，你會見到1、2、3、4、5。第6格就唔係啦，有5格係啱好有水中式性。佢有趣嘅地方就係在於咁大個地圖咧，佢又偏偏留低咗一灘水喺度。而如果大家留意下敵方嘅呢一啲武裝啊，大部分都係雷射射擊嚟嘅，咁所以咧對水下嘅敵人係減半傷害啊。咁除咗中間呢一部嘅烈火渣古啦，其他全部都係純雷射武裝嚟㗎。我哋就可以將機體收埋喺呢5灘水入邊匿埋，令到自己嘅傷害減半啦，以及就係慳翻啲盾留到最尾去打命運脈衝嘅時候先攞出嚟用。跟住落嚟就係實戰環節。首先第一回合就正如頭先所講啦，我哋就會將2部嘅炮灰機擺喺左手邊引脈衝高達走，跟住其他嘅機體咧就全體向下移動。移動嘅過程中，亦都不忘用自己手長嘅武裝啦，幫對面嘅盾機削血。咁我會見到我嘅助天使高達啦，係用咗變形啊！變咗形之後咧，佢嘅增傷技能先至可以第一個放令到其他嘅輸出技能啦，可以提升佢哋嘅傷害。當然打完啦，我就會係將佢變翻做普通嘅狀態，跟住先至可以入到水去匿埋嘅。要注意一點就係其他機體啦，就唔好企高過神高嘅位置，所以係最好淨係企最下邊嗰2行嘅位。如果唔係，脈衝高達就會向下行噶啦。嚟到敵方回合，喺脈衝高達俾我哋引走咗之後呢，我哋就可以集中咁去輸出，去削弱中間呢幾部機體。值得一提就係佢冇司令高達咁麻煩啦，就係佢嘅盾機淨係會援助防住脈衝嘅啫。咁冇咗脈衝嘅情況下，佢哋就好似普通嘅兵制咁樣。咁我哋只要係逐個擊破就冇問題㗎啦。嚟到第2回合，我哋會見到我用助天使幫4部敵機咧係上咗一個超級大嘅減防35% 嘅 debuff。呢個就係點解我十分之推薦呢一部嘅助天使，起碼將佢升到100萬嘅緣故。因為就算係 UR 機體啦，暫時都冇一部係能夠做到佢呢一種嘅效果嘅。如果大家用緊自己隊伍嘅話，你可能會有一啲更加高嘅輸出啦，或者係更加之多嘅盾機。呢個位置大家就可以隨意發揮。第2至4回合，我哋基本上只要清空中間呢5部機咧，就冇乜問題㗎啦。所以大家喺走位上邊都可以隨意少少。
嚟到敵方回合，你會見到我嘅助天使，因為匿埋咗喺水中嘅緣故啦，佢係唔會俾人打爆，咁啊可以係反擊啦，咁就唔會浪費咗我哋一次嘅支援防禦啦。我哋亦都係將其他嘅呢啲機體繼續去削血。每次打呢啲咁長關卡嘅時候呢，神高達都會有佢嘅弱點嘅，就係佢嘅 EN 唔足夠啦，同埋大家都要留意下佢嘅 MP 量啊，盡量係俾佢擊殺對面嘅機體，以保持呢一個超一擊嘅狀態。當然亦都要用翻呢啲嘅艦啦，咁啊幫手補下 EN。嚟到第4個回合，你會見到脈衝高達咧喺佢嘅回合裏邊就會已經係打到我哋嘅機體㗎啦。咁所以呢一個地方記住呢，係將我哋嘅呢一個輸出陣擺翻好啊。水中嘅地方大家就可以唔需要理會㗎啦，因為佢實在係太大力，可以直接秒殺我哋所有嘅機體。但係基本上呢，佢喺第4個回合同埋第5個回合裏邊，經過我哋咁多部機體集中嘅輸出呢，就可以保證係一定打得爆佢嘅。你會見到我剩低一部嘅盾機未用，咁所以大家絕對係有空位，將自己更加多嘅輸出機啦，同埋支援機體係塞落去，方便你去打呢一個關卡。今日嘅影片呢就告一段落啦。如果大家中意呢一類型嘅影片嘅話，記得俾個 like 我，同埋留言話我聽。如果大家仲想知道更加多關於 G 世代永恆嘅資訊嘅話，歡迎 follow 我嘅 channel。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